啊，其实还是挺怀念在万和的时候。是吗？对哎，几几年来的？我89。不是，我说你几几年来万和的？哦，我问我多大呢？15年吧，当时是跟那个教授那个图书馆那个哦，啊，图书馆做完以后就出来了。哦，万和是你在娘家吧？这是。我看你那个我做了50分钟呢。对啊。2021年度的院线黑马扬名立万，扬名立万是部值得多刷的电影，不仅因为它提供给观众解读剧情的乐趣，更是因为它能引发真挚的情感共鸣。总的来说，第一部院线电影就拍成这样实属不易，只要是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，都能体会到团队的用心，值得一看。就是这么偏爱这。真的，你这不好吧？你做这么长时间，好多人是不是都没耐心看？子墨哥就是我刚去公司的时候，就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挺好的，就是永远是笑呵呵的，然后也喜欢开玩笑，人也很幽默。这次终于有时间邀请子墨哥来我的家乡青岛，吃个海鲜，打个啤酒，好好放松一下。